旺角先達廣場曾經係香港電子產品嘅地標，不過近日有唔少報道話而家嘅發展唔好，我哋一於嚟現場睇下啦。一入到嚟，雖然有啲鋪頭開業，但其實都冇乜人流。行入去睇下，其實間唔時都有啲人嚟行下嘅，而附近嘅鋪頭亦都有開鋪，主要係做手機產品買賣之類啦。不過行入啲就見到有唔少吉鋪，結果成為員工休息嘅地方。當我哋上到1、2樓，情況就變得更差啦。近電梯嘅位置雖然有啲鋪頭開鋪，不過淨係見到員工，見唔到有客人咯。行入啲，將鏡頭轉一圈，就可以見到一間開業嘅鋪頭都冇啊，冇客到，有啲鋪頭就寧願將啲雜物放喺度啦。先達廣場10幾年前藉住炒 iPhone 嘅熱潮，鋪價急升，曾經有一個約100尺嘅鋪位，都要炒到過千萬先有得成交，尺價高達10萬，被譽為全港最成功嘅湯場。不過近年 iPhone 炒風不再，商場嘅人流急跌，而同面積嘅鋪位100幾萬就買到啦。隨着網購盛行，先達廣場同好多其他商場一樣，都敵唔過時代嘅變遷，榮登死場行列。如果諗到有解決方法，不妨去留言區討論下啦。不過我哋最近訪問過一個酒吧老闆，開過幾間酒吧都唔成功。不過老闆講明唔忿氣，實行要拓展服務，客人除咗飲酒，仲可以 BBQ 同埋食埋 lunch， 務求多方面搶佔市場。想知佢有咩翻身大計，就撳入去右手邊嘅連結睇下啦。